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我係你哋嘅導師阿康。講咗咁耐啦，等我都介紹下自己先。我叫做阿康，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嘅首席認證專業導師，依家亦都係註冊社工。初中嘅時候已經有接觸九型人格噶啦，直到2018年正式向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去拜師學藝。然後經過好多嘅教學經驗同埋人格評估實習，正式就喺2023年得到國際九型人格協會認證嘅專業資格啦。咁我究竟係師承喺邊一度嘅呢？我哋一齊睇下族譜咯。第一代當然就係宗師級嘅人物啦，我嘅太師公 Claudio Naranjo， 佢嘅醫生背景協助佢整合咗九型人格嘅理論喺心理學同病理學嘅概念入面，令到成個學問更加有邏輯同系統。然後去到我師公 Helen Palmer， 一樣都係宗師級嘅導師啦，亦都係國際九型人格協會嘅創始董事嚟㗎。佢熱心於媒體同埋著作入面去推廣九型人格，佢亦都有研究嘅團隊對九型人格同心理學嘅關係咧做咗唔少嘅研究㗎。跟住就到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啦，佢係九型人格專業學院林家九型嘅創辦人。佢係少有香港有臨床心理學資格嘅認證專業導師嚟㗎。佢嘅教學結合咗唔少心理學同神經學嘅概念，令到九型人格嘅理論同實用性提升到去另一個層次啊！我哋之後嘅內容都會 keep 住提到呢3位嘅導師嘅教學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潛意識呢？我哋先睇睇呢一幅圖，大家見到呢一座冰山。冰山嘅上面，我哋可以叫佢做表意識，講緊嘅就係一啲大家都睇得到嘅嘢，尤其係行為啦。咁行為背後究竟係啲咩嚟嘅呢？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係連當事人都未必知㗎。例如係一啲感受啊、觀點、期待、渴望等等，而呢一啲嘢所有都可以改變㗎，包括表意識同潛意識嘅層面都係。所以我哋會叫呢一啲做性格。你會見到我哋將九型人格放喺冰山嘅下面㗎，咁代表佢係我哋人格嘅部分，去引導我哋每一個人就住佢型號所追求嘅嘢，而選擇性咁樣去揀嘢嚟聽、揀嘢嚟睇、揀嘢嚟記㗎。打個比喻，你睇新聞見到一單火災，你會將個焦點放喺邊度呢？有冇諗過你個型號已經幫咗你去揀嘢嚟聽、睇、記呢？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仔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啲傷者度，覺得佢好慘。但另一個型號嘅朋友呢，可能就會將個焦點放喺突如其來嘅災難入面，諗下要做啲乜嘢充足嘅準備，先可以喺火場入面生還呢咁樣。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咁講㗎，我哋教九型人格其實係將個波拋翻俾你哋，因為你唔知自己嘅型號控制住自己，咁發生喺你身上嘅嘢就係命運。但當你知道自己嘅型號點樣控制你嘅時候，點樣回應你所見到嘅嘢，就係你嘅選擇啦。我哋先睇睇九型人格有啲乜嘢不變嘅定律先。Dr. Lam 發現原來九型人格同先天生理結構咧係好有關係㗎，因為九型人格嘅9個型號係同脾性理論入面嘅9個先天兒童特質嘅評分指標係有互通嘅關係㗎噃。呢個部分我哋會喺第5期嘅時候再詳細解釋嘅。喺呢度我哋至少會知道九型人格係同先天生理有住重要嘅關係先。所以型號係先天嘅，一出世就決定咗㗎啦。所以一啲勁嘅導師係可以做到小朋友嘅人格評估㗎。另外就係唯一型號只有一個，冇膽拖複式膽，唔會好似出面嗰啲咁講乜嘢幾多 percent 係咩型號，幾多 percent 係另一個型號之類。最後就係不變啦。就算之後我哋第7期會講到心理狀態嘅變化都好啦，嗰個型號都係唔會變㗎，只係會有一啲行為上嘅改變嘅啫。然後下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智慧中心啦。智慧中心嘅概念可以再深入少少去演繹嘅，不過我哋就會留翻第3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得詳細啲。不過因為呢個基礎嘅概念好重要，所以我哋喺第1期已經會簡單講少少先噶啦。
智慧中心係會分為情感、思考、行動3種嘅。智慧中心係講緊接收外界信息嘅方式，籠統啲咁講啦。5、6、7呢就係用邏輯、思維、分析嚟理解呢一個世界，但唔代表佢理性㗎吓。今次我哋會先介紹一個新嘅名詞，追求。呢個唔係任何宗師或者我老師嘅教學方式嚟㗎，純粹係我喺教學同輔導工作入面整合出嚟嘅一個系統，由第1期至到第7期都會 keep 住用到㗎。不過大家記住，每個導師都有屬於佢嘅教學模式，唔好見其他導師唔係好似我咁樣教呢，就話人哋錯。我純粹係想用一套易記、有邏輯、有系統嘅方式嚟教大家嘅啫。咁首先，乜嘢係追求呢？追求即係嗰個型號嘅慾望、注意力投放嘅位置。不過留意，我哋嘅學習係受制於我哋嘅語言噶。例如7號追求快樂，咁人人都想快樂噶啦，但其實背後嘅意義係有一啲複雜性噶，唔係就咁快樂2個字就解釋到嘅。9個型號嘅追求背後嘅意思會喺第2期同第5期嘅時候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噶。另外，追求係不變嘅，即使之後會提到一啲心理狀態變化而令到型號嘅行為改變，我哋啱啱所提過嘅追求都係唔會變嘅。呢一種追求係隱藏住喺我哋嘅潛意識層面噶，大家係唔容易察覺到噶。嚟緊我就會用一啲具體啲嘅形象去比喻唔同型號嘅心態，等大家可以簡單啲咁去了解唔同型號嘅基礎概念。跟住7號，你睇到呢一幅圖會諗起啲咩呢？我諗大家都會見到一個小朋友啦，係咪？我哋會用小朋友嘅心態嚟形容7號噶。小朋友係點樣嘅呢？係天馬行空、想象力豐富、自我中心，總係想揾一啲同聲同氣嘅朋友一齊玩。7號就係用呢一種嘅心態嚟追求快樂嘅感覺啦。佢哋自細咧就好敏感痛苦，好識得避咗一啲自己唔想做嘅事，令到佢哋就好似小朋友一樣自由自在，淨係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相處就可以開開心心啦。佢哋普遍都唔容易捱苦噶，遇到挫折嘅時候咧比較容易放棄。但只要嗰樣嘢帶到俾佢良好嘅感覺呢，佢哋又可以好專注咁去做噶噃。不過呢個世界有幾多呢啲帶嚟良好感覺嘅嘢呢？所以就會俾人哋感覺呢，7號好容易3分鐘熱度。事實上佢哋只係喺度揾緊一啲良好感覺嘅事物啫。不過喺我嘅經驗入面呢，有一啲7號係可以透過工作嚟揾到快樂嘅來源噶噃。所以大家就唔好覺得7號就係嗰啲日日去玩唔返工嘅人，因為佢哋係可以為咗令人哋快樂而犧牲自己噶。邏輯時間啦，諗下用一個小朋友嘅心態嚟理解呢一個世界，天生就敏感痛苦，佢哋嘅形象又會係點呢？整體嘅感覺又會係點呢？5秒鐘諗下。等我哋睇下唔同年代嘅香港名人代表啦。7號小朋友嘅心態意味住一種活躍、搞笑嘅感覺，所以你會發現7號嘅外表呢，總有一種古靈精怪嘅感覺噶。不過只要見唔到人嘅時候呢，你就會睇到佢哋苦瓜乾嘅一面啦。第一位就係香港嘅棟篤笑鼻祖黃子華先生，神態都好鬼馬、古靈精怪、表情豐富嘅。另一位就係歌手陳奕迅先生啦，神態就好似小朋友一樣，成日扮鬼扮馬，癲癲地咁樣噶噃。再嚟就係 YouTuber 王家衛，或者大家成日叫嘅東方星啦，神態亦都係非常之瘋狂，亦都好有喜感嘅。女性方面會唔會穩陣啲呢？你見到藝人吳君如嘅神態呢，就知佢一樣都係好搞笑、好歡樂啦。仲有就係有大笑姑婆之稱嘅歌手楊千嬅小姐，神態就比啱啱吳君如呢沉穩一啲，不過都會流露唔少喜感俾大家噶噃。另外一位就係主持人阿鄭黃靜怡啦，佢嘅演出唔止搞笑，直情係零偶像包袱咁氹大家開心添。
7號嘅外表展現快樂開心嘅一面，不過一唔使氹人嘅時候呢，或者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就會變翻做苦瓜乾噶啦。畢竟佢哋都太敏感痛苦啦，所以你唔好以為7號就一定係笑口噬噬喎，人前人後嘅反差都可以好大噶。等我哋又一齊睇下宗師 Helen Palmer 嘅7號例子啦。呢班7號嘅例子可能大家就未必識啦。第一位就係黑色幽默作家 Kurt Vonnegut， 神態就比啱啱嗰紮7號呢隨和一啲，有喜感得嚟呢又唔會太過誇張。另一位就係靈性導師 Ram Dass， 神態都係好隨和，笑容滿面噶。再嚟一位喜劇小說家 Tom Robbins， 神態都係有多少少浪子嘅 feel 啦。不過都係有鬼鬼馬馬花花公子嘅一面嘅。最後一位就係 Groucho Marx， 佢嘅神態同啱啱嘅7號比呢就會癲多少少啦。即使大家唔認識 Helen Palmer 嘅例子都好，但你至少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嗰一份喜感同埋歡樂嘅氣場啦。佢哋都會想大家一齊同佢一樣開開心心，就算佢哋自己唔開心都好啦。呢啲就係7號嘅基本概念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一期都可以有新嘅覺悟，發現到我哋都係唔一樣嘅。唔知你有冇試過人生覺得冇乜目標、冇乜意義呢？我諗大家都唔反對，如果想有一個有目標同意義嘅人生，咁就應該將上天賜俾你嘅力量盡情咁去發揮。你擅長嘅嘢就想辦法做多啲，唔擅長嘅嘢就做少啲。第一期嘅內容其實俾你知道，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嘅，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方向。就好似每一個型號都有佢為世界作出貢獻嘅方式。喺呢度我想引用聖經耶利米書1章5節嘅內容，佢係咁講噶：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神創造我哋每一個都有佢嘅心意，唔會有人係冇用噶。神為你嘅人生定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唔係你出世嗰陣時開始噶，而係早喺你出世之前就開始噶啦。就好似型號喺母腹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最精彩嘅係神點樣去塑造你嘅型號，咁你就會知道佢想你點樣去貢獻呢個世界。換句話說，若果你想知道自己應該點樣過你嘅一生，你就應該仔細同深入咁去觀察自己，觀察神點樣去塑造你，即係揾翻你嘅型號，你嘅原廠設定，你未俾呢個世界嘅邪惡所污染嘅嗰一個你。第一期第3部分嘅891就去到呢一度啦。